来看南部的进度虽然有4级哦，也毋过真侪民众是无收到地动的国家警报，只收到海啸的警报。高雄坐温哦，今仔早起嘛有停驶。哦，刚刚躲在底下，躲在桌子底下。住伫4楼的民众，厝内天棚的吊顶摇来摇去，下晝8點左右發生地動，全台攏有感覺。高雄坐温嘛受影響，停止半點外鐘，因為高雄的進度有4級。刚是慢速行驶，然后过没多久就说要那个全线暂停了。哦，真的、哦，好，有影响到就对了。有啊，要上班。车站大廳，月台攏有真侪人伫咧等車。高雄捷运与高雄轻轨依照 SOP 立即停车，等到地震停止之后，车辆进站，先请旅客下车，暂停营运。高雄坐温公司表示，坐温和轻铁拢照标准流程巡检了后，所有的车辆设备拢正常。轻铁和坐温分别伫8點21分和8點34分了後正常營運。不過，這邊的進度有4級，大部分的高雄民眾攏發現無收到國家警報。搖的当下也没有立即收到了，那可能有慢了一点，那没有收到地震警报是比较奇怪一点。我也觉得有点错愕，为什么没有地震的警报，直接就是海啸？气象署表示，有的县市实际进度到4级，不过已过的进度无到位，所以无发布警报。地动中心会继续检讨改进，不过有针对西南沿海发布海鹰警报。我们这边地震不是在我们震央，它不是在我们台湾的路上，是在外海。震央的话，比我们就比较不会影响啊。临远沿海的民众拢有收到海鹰警报，气象署嘛提醒民众尽量爱到较悬的所在避难，嘛爱离开海边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